喺印光大師文鈔全集裏邊引述一件唐朝玄奘法師記錄落嚟嘅事。喺唐朝時代，喺西域天竺國，即係現在嘅印度，喺那蘭陀寺有一位戒賢法師，德高望重，專研究唯識，名震天竺國。某年，戒賢法師身患惡疾，非常痛苦，難以忍受。佢正想自殺以求解脫嘅時候，忽然見到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同觀音菩薩現身降臨。文殊菩薩同佢講：戒賢，你喺無量劫以前曾經做過幾世嘅國王，做咗好多迫害擾亂百姓嘅事情，呢啲都係惡業，會牽涉因果報應，而且係非常之沉重嘅。你今世本來應該死後墮落無間地獄受苦嘅，但係由於你出家弘揚佛法，精進勇猛，得以免除將來地獄大苦報，將惡報轉變成現前嘅人間小病苦。你要忍受，再過3年，有一位大唐國嘅僧人叫做玄奘，會嚟到呢度拜你為師，求學佛法嘅。咁講完之後，3位菩薩忽然間就消失咗啦。戒賢法師於是強忍病痛，力行懺悔，經過2年，終於康復咗。又過多1年，大唐玄奘法師果然經過絲綢之路，千里迢迢，冒住九死一生嘅危險，嚟到印度那蘭陀寺拜師求法。後來戒賢論師就收咗玄奘為徒，授予唯識啦。各位，如果冇菩薩指明宿世因果，或者有人會話，好似戒賢法師德行咁高嘅僧人，尚且得到咁淒慘嘅病痛，咁佛法有冇感應同埋有冇利益呢？其實戒賢法師係應該墮落地獄嘅，現在轉沉重嘅惡業為輕受，就係證明咗只要努力懺悔行善，定業亦能夠改善嘅。